分年的北港甲中华的鹿港这两个真有历史的古镇，联手来举办着唱歌比赛，号召着全国的歌手来挑战，嘛希望透过这个歌唱比赛，让国内外民众更加认捌这古镇的风华。 福林县北港镇和中华县鹿港镇今年是头一摆联合文化交流歌唱大赛，期待透过这摆歌唱大赛，和国内外民众熟悉古镇的风华。进香的都会有鹿港跟北港两边跑，所以我们在两边一起结合起来，希望看能不能利用这个歌唱比赛来带动这个地方的产业。 这摆歌唱大赛初赛是伫鹿港，决赛是伫北港。若有着顶的礼品是真丰富，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拢会当来参加。第一名就有8000元的礼券，就是家乐福礼券。那其他的还有商圈、鹿港商圈跟北港商圈3000块价值的这个名产。 透过串联北港和鹿港的特色，达到外化经济效果，而且会当有效来促进商圈的发展。 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